想起可成，頭先都講過啦，喺未裝修之前呢，係留住80年代嘅特色。而家嘅環境係唔單止耳目一新，更優化咗我哋同事嘅工作環境，亦都有助我哋提供更優質、更貼心嘅服務，為院友咧係打造一個5星級嘅安樂窩。嗱，近年咧，我哋亦都專注長者嘅優質餐膳嘅發展嘅，咁為有吞嚥困難嘅院友咧係提供精緻嘅軟餐。另外咧，我哋亦都開始咧係喺院友日常嘅照顧嘅人面上面咧，亦都加入咗體質管理嘅元素，按院友嘅體質同埋節氣提供相關嘅飲食起居照顧，期望咧我哋服務可以係更加貼合佢哋嘅生活文化。最後咧，我本人祝願在座各位嘉賓大德身體安康，讓我哋同心同德，喺未來繼續為社會同埋國家貢獻，成就更輝煌嘅事業。今日咧，我非常榮幸，我可以代表社會福利署嚟參與嗇色園主辦可成護理安老院嘅修繕竣工啟用典禮。今次由獎券基金贊助嘅工程，令到我哋嘅院舍更加美觀，設施更加完善。例如加建咗專用嘅升降平台啦，改建咗浴室，改建咗隔離房，亦都增添咗樂齡科技嘅設施，全方位咁樣切合照顧老友記不同嘅需要。服務質素方面，其實政府除咗加強監察院舍嘅服務質素，同時更加鼓勵院舍係應用創新科技。政府喺2024-25年度亦都額外注資咗10億元喺樂齡及康復創科應用基金。好高興都知道，可成護理安老院咧係善用呢個基金，將樂齡科技咧融入我哋嘅院舍設計裏邊。例如引入咗體感平衡機訓練長者嘅肢體協調啦，運用咗互動投影遊戲，促進我哋長者身心嘅活力。喺2024年咧，亦都引入咗中醫養生照顧計劃，透過專業嘅體質評估，為咗長者制定一啲茶療啊、足療啊方案，提供一啲個人化嘅健康管理，改善佢哋嘅體質，真係非常之貼心。35年嚟，可成院以專業同埋愛心守護每一位老友記。我相信你哋嘅專業團隊一定會繼續用心照顧同埋服務我哋嘅長者。最後，我衷心祝賀可成院生日快樂，祝一班親愛嘅老友記同在座各位身體健康，笑口常開。預備，1、2、3。